好啦，今次我哋又要去講翻石安教咧，嗰2026年4月1日至到5日咧嗰幾篇災在溪水旁信息咧，咁啊大概會抽4月1號、4月4號同埋4月5號嗰3篇災在溪水旁信息咧，我哋可以睇梁日華講嘅內容咧，可以得知梁日華對聖經嘅謬誤啊，直接反映梁日華對聖經嘅一竅不通、自作多情啊，非常之令人貽笑大方、捧腹大笑，並且覺得梁日華究竟佢係咪真係認識聖經噶，定係佢自己覺得佢認識聖經，即係佢自己自作多情噶咋？咁我哋呢度咧就講2026年4月1日石安教官網咧，即係佢哋 sounddaily.com 咧，就上傳咗嗰個叫災在溪水旁嘅內容啦。咁啊，大家可以去翻呢條網址連結睇翻梁日華嗰篇嘅內容，同埋佢嗰把聲音啊，講嗰啲咁嘅歪理啦。咁另外大家亦都可以 scan 個 QR code 啦。咁啊，手機 scan 個 QR code 咧，直接就去到嗰篇嘅內容嗰度咧，睇下梁日華幾咁無知，並且咧扮晒嘢啦。咁啊，梁日華講嘅內容咧，佢就咁講嘅，係嘛？世上從不缺乏自作多情的信仰，但我不是。哇，真係語氣好重啊！我不是啊，人哋話你自作多情咩？咁你唔使咁急於喺度話自己唔係自作多情喎。梁日華佢就話咧，所以我的見證可以一一陳明，船員也看見，格外珍惜珍惜咩啫？信仰嘅嘢，船員知道你你係客嚟噶，知道你雙氧水教會，知道你梁日華嗰啲咁嘅衰嘢啦，係咪啊？表面喺度俾下面你啫，仲有好多船員本身都係非香港人嚟，唔知更多你嘅一啲劣跡嘅啫。如果佢哋知道不過睇埋國際版咧，都應該知噶啦。梁日華你自己就真係自作多情啦，你就唔好話我不是自作多情啦。然而於創立石安教會之前，我身邊啲人皆是全都自許認識神，自稱牧師、長老、執事會團長。神真的對他們說話了嗎？他們真的聽見神的聲音嗎？他們的所謂愛神、認識神、信仰從頭到尾都不是神介入現實的主角，相反，神動用眾多共同信息向我顯明我的一生是容許神與我互動，並且很多在身上發生的特別事件，包括我的名字都是神介入現實的主角。梁日華講完呢班嘅說話咧，我可以肯定咧，人哋唔係自作多情啦，不過你自己嘅自作多情啦。神同其他基督徒，同其他真正信仰信主耶穌基督嘅人咧，都係有佢嘅互動啦，並且係介入佢哋嘅人生。但係只不過你梁日華咧自己咧就自稱咧就聽到神嘅聲音，咁咧就覺得人哋聽唔到神嘅聲音咯。佢哋啲所謂愛神、認識神、信仰，從頭到尾都不是神介入現實嘅主角。好心你自己清醒下啦，佢搞掂你嗰個光頭未啊？禿頭，人哋點會係聽唔到神嘅聲音呢？你所聽見神嘅聲音咁犀利，咁點解你自己年初三上郵輪嘅時候又有俾記者發現呢？咁你唔係料事如神嘅咩？講到咁勁，聽到神嘅聲音，神冇提你咩？咁你唔好自作多情啦，話人哋自作多情，你算老幾啊？慳啲啦你。跟住咧，佢個仔梁智恩就喺同一篇嗰度回應，咁我截錄出嚟啦。佢就話今篇信息最深刻是爸爸分析自作多情以及以馬內利的分別。而顯然所有攻擊爸爸的牧師話不與石安站在同一陣線的教會，即香港所有教會全都是自作多情。咁我心諗，梁智恩，你清醒下啦，你算老幾啊？唔該你回應你阿爸嗰啲感言啦，唔好跟晒嗰條線，跟佢個語氣咁講啦。你知唔知咩叫自作多情啊？你而家就自作多情緊啊，知唔知啊？梁智恩，你算老幾啊？話其他教會嘅牧師自作多情全香港所有教會都是自作多情你自己係自作多情啦，你自己係返國際學校嗰時係咪自作多情啊？做過啲咩啊？因為咧，正如爸爸之前所說他們的信仰和聚會自我催眠、自我感動，根本不是神感動他們，而是他們用人意血氣令自己有所謂嘅滿足感，卻沒有來自神的聲音感動和帶領。咁你嗰啲信仰嗰啲，你又自己好醒咩？你又熟咩？你返國際學校沙田嗰啲時間咁你自己有冇去認真睇個聖經講人哋自我催眠、自我感動，你去過其他教會咩？
你算老幾啊？梁智恩，唔好執你阿爸口水尾咁講啦，自己都要用下腦寫嘅嘢，你都寫清楚啦。定係你自己根本連呢啲咁簡單嘢都搞唔掂啊？跟住咧，阿梁智恩又繼續寫啦，繼續講啦。反觀咧，爸爸數十年來帶領石安，他並非在證明自己，而是證明神有多厲害，藉此讓我們能更認識神。咁但係唔係喎，你話嗰時喺上年8月份郵輪說嘅聚會講話咩嘅？要認識梁日華係中保啊，嗰啲咁嘅嘢，又話係大祭司喎。講真，你呢啲叫認識神啊？你自己連聖經都未搞清楚啦！聖經得一個大祭司，係我哋所相信就係主耶穌基督啊，唔係梁日華啊！唔好將啲咁嘅假先知擺喺當咗等於基督嘅位置啦，慳啲啦你啊！這是基於爸爸認識神的程度，除了主耶穌之外，屬史無前例噶啦，後無來者級數，所以神更強調確立，為讓全教會必須認清爸爸嘅身份，認清爸爸身份的全教會認清爸爸嘅身份，就唔係基督嘅身份，亦都唔係咩所謂受膏者，受膏者得一個就主耶穌基督。咁啊，梁日華只係一個我哋所睇嘅聖經所講嘅，就係講假先知敵基督。聖經講咧，預言係錯嘅話咧，呢啲咧就真係敵基督嘅行為嚟嘅，同埋假先知嘅行為嚟，假先知嘅言論嚟嘅。清醒下啦，梁智恩。因為沒有爸爸，我們根本無法認識這位新郎父神，達到如此巔峰的級數。咁你慳啲啦，咩新郎父神啊？認識主耶穌基督，認識父神係我哋透過主耶穌基督去認識，唔係透過你阿爸梁日華呢個咁嘅光頭佬去明白噶。跟住咧，我最尾就話啦，所以外面所有教會牧師傳道人基督徒全是自作多情，心諗你都真係九唔搭八嘅。你而家就自作多情緊啦，就話人哋其他基督徒啊，嗰啲教會牧師傳道人，所有教會咩叫做自作多情啊？你去返其他教會咩？你冇去過，你唔好咁講啦，收聲啦你，扮晒嘢，你算老幾啊？咁跟住咧就到2026年4月4號嗰篇嘅栽在溪水旁內容啦，咁啊節錄咗落嚟啦。咁其實佢主要咧就想講咧，梁日華係咪想表達郵輪之旅完全承擔收費咧？咁啊講到自己係咪真係咁偉大啊？嗱，咁我睇下梁日華喺栽在溪水旁佢講乜咯？佢話我不是差不多接近饑荒中撒種的臨界點，問號，幾乎每次都是在期待一些事情發生，就像這次郵輪之旅一樣。換言之，我每一次事情都不是在我們絕對充裕的時候才發生，卻發生於接近饑荒中撒種嘅臨界點。為何如此？因為既是撒種，便該有部分是屬於這性質的，所以我必須計算至剛剛接近這個臨界點啊。講到自己咧精打細算喎，係嘛吓？講到自己即係係咪咁勁計數啊？咁叻即係叫做未雨綢繆啊！跟住呢度咧就梁日華就話，想看，就算我只承擔郵輪之旅整體收費的1/10，也沒有人能夠指責我。因試問在石安教會有誰曾經做過如此程度沒有吧？你講到自己好似你俾錢咁樣，你講係咪先？如果你淨係俾1/10，冇人會 challenge 你，但係咧我會 challenge 你咯。我哋去完郵輪嗰啲人啦，我哋一齊 challenge 你咯。喂，使費我哋有俾整體收費喎，郵輪之旅咩叫整體收費啊？係咪啊？整體收費係 everything 喎，所有喎。你而家係咪整體收費啊？仲要講自己，就算如果你俾整體收費1/10啦，都冇人夠 challenge 你啊！而家咪 challenge 你咯，指責你咯。講真，你下邊嗰句講話咩啊？那為何我並非只承擔一半，卻是完全承擔？講到自己咁偉大，你話你完全承擔，咁你攞條數出嚟，你對報公堂，你咪攞出嚟去對證下，你真係咪承擔晒所有嘅整體收費先？係嘛？你個人去俾喎，咁你如果你咁講呢個賬目，唔該你攞出嚟核數去對比翻，你係咪真係個人俾晒啦？係咪你個 bank account 俾晒？即係我唔知你係唔係，可能係
咁如果你咁講，你可唔可以去對全教會證明啊？你講到自己唔係承擔一半，係完全承擔啊嘛？咁你攞個 statement 出嚟證明咯，你個人喎，你講啊，唔係講嗰啲公司俾係嘛？唔係 limit 俾，如果你個人完全承擔嘅，OK，我覺得你好偉大。不過你拎個賬目出嚟對下咯，我知道我哋要俾錢咯，係咪啊？我哋使費嗰啲，我哋都要俾一橛噶，幾千蚊嗰度。咁跟住佢又話，因為我不斷計算自己承擔嘅極限，以致我能夠最接近饑荒中殺種嘅臨界點，從而確保下一次必定有所增長。而我所言最實質嘅地方，並非指你任何嘅保證係話是神讓你看見未來，而你找到所謂的金手指或作弊的方法，從而讓神直接介入，最終能夠與神成功交易。Big deal，好心理啦，你慳啲啦，講到自己咩饑荒中能夠最接近饑荒中殺種嘅臨界點，冇喺度拋書包啦，殺種嘅嘢咧不求回報嘅，係殺出去嘅。你而家殺出去咧，係攞神嘅介入嘅，你呢個就唔係真係真心殺種啦。你呢種啊，其實係你係想殺一種，之後神去介入祝福邊個，祝福你哋咁啊，成功交易，你自己都講係交易啦。咁呢個係同殺種有乜關係啊？前言不對後語，九唔搭八，你自己搞清楚你同一句內容講啲乜啦。殺種嘅意思你都唔清楚啊？聖經講殺種嘅意思你唔清楚，咩叫饑荒中殺種？嗰個即係饑荒中殺種係真係祝福人啊，唔係攞嚟make a deal啊！你啊真係make a deal啊！究竟阿梁日華你識唔識睇翻聖經講乜噶？好啦，跟住咧就係去到2026年咧4月5號嗰篇災略溪水旁啦，就話梁日華咧就話一般教會對神恩膏嘅認識往往流於片面，佢呢度咧就咁講啦，但大家咧就可以睇翻啲內容啦，我哋節錄佢呢度咁講。然而一般教會對神恩膏嘅認識往往流於片面，逐未能理解這個原則，但我經過多年研究，早已清楚掌握其中規律，因我本身便是從無走到有。我研究包含聖經在內的所有記載，發現只有一個人滿足特定條件，便能產生相應嘅果效。於是我逐步驗證，最終確定這條路是可行的。我心諗你又慳啲啦，你話咩研究包含聖經內所有記載啊？我都唔知你講乜。神嘅恩膏係神所選擇指定去降臨噶嘛，受膏者主耶穌基督一個啫嘛。你講下自己恩膏咁犀利，你何來有恩膏呢？如果你真係有恩膏啊，一早知道啊，世事都逃唔過你嘅法眼啦，係咪啊？就唔使喺度咧疑神疑鬼啦，連上個郵輪，年初三上個郵輪啊，講到自己咁巴閉咁把炮，人哋喺度同你開年你都唔知，冇扮晒嘢啦。係啊，講到自己咁偉大，咩聖經所有記載啊？聖經記載啲咩？咩叫所有記載啊？唔知你噏乜，行出嚟去講啊？聖經邊度記載啊？唔好扮晒嘢啦。跟住佢又講，在恩賜與恩膏嘅領域中，我在有生之年所發現最大奧秘就係遮蓋，原來透過一個人嘅達成，可以帶動一群人一同達成。呢個遮蓋咧係主耶穌基督嘅遮蓋，唔係你梁日華遮蓋啊！你又話自己應識聖經，你知唔知聖經噶？其實你有冇真係了解過聖經講乜噶？定係你根本連聖經講嘅白字黑字咁淺你都唔知呢？簡直係嘔電啊！咁梁日華寶貝仔梁賜恩就回應啦，佢就話今日栽在最深刻的是爸爸分享關於配得的兩方面，分別是船員的配得以及教會整體弟兄姊妹的配得。剛過去的郵輪之旅，剛的恩膏釋放得極為劇烈，各方面也非常成功，正是由這兩點引致。梁賜恩你自己搞清楚咩叫做配得唔配得啦，配唔配得唔係你定，亦都唔係梁日華定啊，神定噶。你嗰啲咩光嘅恩膏行埋一邊啦，如果咁勁啊，醫好咗嗰啲你哋嗰啲有病嘅人啦，譬如你哋啲高層人士啊，邊個有癌症嗰啲醫好咗啦，係咪啊？講得咁犀利。因為神永遠只會將相對的能力和神蹟給予配得心田配得的人，唔好成日代表神講話咩只會點點點，只會點點點啦。你自己連神係邊個你都搞唔清楚啊！你自己竟然當咗梁日華係中保啊、大祭司啊，你行開啦！你相信嗰個神啊，我哋相信聖經講嗰個神啊，你接埋一邊啦，梁賜恩。
所以正如爸爸所教導，我們必須重視性格，不斷效法受膏者，不斷檢討，每次進步1%，這種性格成長才會令我們更配得。咁咩叫做受膏者？受膏者我哋效法就主耶穌基督咯，唔係梁日華啦。梁日華有咩恩膏啫？何來恩膏啫？聖經講嘅恩膏佢冇，豬膏佢可能有。即使有爸爸的遮蓋 covering， 我們也需自行在神面前成為配得，變成聖潔合乎主用嘅祭司，才能被神所用啦，成為流通嘅管子。10萬倍祝福爸爸寶貴的分享。唉，你真係執口水尾咧，你不如咧，你將你爸爸嗰啲嘢咧，差次叫 AI 咧，將佢改過，然之後寫翻落嚟就得啦。不過你而家呢篇感言，我睇你咁樣寫咧，都真係好行，好揸流灘，好流口水。其實咧，你係叫 AI 寫，我唔知係咪真係叫 AI 寫啊。不過咧，你寫到啲內容咧，就真係反映你咧需要去睇多聖經。唔好喺度人云亦云啦，咩光嘅恩膏，你何來有恩膏啊？你何來有咧？係咪先？我笑緊你啊，喺船度都笑緊你啦，有恩膏，簡直係痴人說夢啊！咁我哋咧就有個 Telegram 群組，已經好多想教會嘅人士加入咗啦，咁分享爆料，亦都可以話同我哋去傾訴你需要幫助嘅地方。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幫到你啦。咁而家都有啲門徒家聚負責人全職加入咗，咁繼續加入啦。咁亦都非常歡迎梁日華一家加入嘅。咁同我哋公開討論，唔好喺度做縮頭烏龜。咁呢個咧有個朋友咧喺個 Telegram 嗰度留言咧，佢就話啦，咁我哋就保留佢嘅骨幹內容，就修飾佢嘅文字。咁我哋去節錄翻出嚟啦。佢就咁講：梁教主可以輕易推翻自己過去嘅主張，因此許多他曾預言卻未能實現的事，即使落空也無妨。他只需要稱之為美麗的誤會，便能輕輕化開。係啊，美麗嘅誤會大晒啊嘛，係嘛？用呢個字眼，自己唔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嘅。畢竟教會裏誰敢真的向梁教主追究責任呢？有噶，嚟緊陸續有好多向梁教主追究責任噶。佢哋話，所以根據聖經約翰一書4章1至3節呢度講啦，佢就話聖經講咧，就信徒不可盲目相信所有的靈，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否出於神，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試驗標準是，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即是出於神。認出真理的靈，凡靈不認耶穌的，就不是出於神，而是那敵基督的靈。呢個咧，大家要查驗啦。梁日華佢呢個靈究竟係出於耶穌基督咧，定係另一啲靈咧？係咪真係出於神咧？我哋要去鑑別咯。亦都可以咁講，梁日華好識得用一句說話，就係話咩否定佢唔同意佢所講嘅內容諸如此類啦，就等於褻瀆聖靈，就濫用呢啲。其實佢自己就犯咗呢樣嘢噶啦，因為咧佢自己話自己咧嘅內容嗰啲咧各方面咧都係即係勝過新約舊約啦，勝過主耶穌基督嘅名字啦。咁佢而家佢嗰個信嘅靈咧，佢究竟係咪出於神咧？大家都心裏有數啦。我哋有一個 Telegram group， 咁就係俾石安教會內需要求助同埋分享案例經驗嘅人士可以去聯繫我哋嘅，因為我哋係希望能夠透過 Telegram group 咧去睇到呢啲求助，或者係睇到一啲已經離開咗石安教會嘅人士嘅經驗分享同埋個案分享咧，從而我哋能夠可以去幫助更加多現時喺石安教會內嘅人士。你哋有啲人需要求助，但係由於無路數，唔識得去揾門路，或唔識得去揾答案嘅人士，喺呢個嘅宗教裏面嘅困惑去聯繫我哋，因為你哋係活在喺一個假宗教入邊嘅一個體系，你哋係被壓制，被一個嘅封鎖消息上面嘅控制，你哋係唔能夠知道真正喺穿上教會嘅內容，但係你哋仍然去活喺佢哋所俾嘅呢啲嘅假嘅教導，呢啲迷惑入邊，令到你哋嘅生活，令到你哋嘅信仰都係迷失去方向嘅。咁都歡迎你哋去加入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咁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 咧，裏面嘅所有內容我哋都會絕對保密，我哋亦都會保
護你哋嘅身份，因為大家用 Telegram group 嘅時候咧，大家係唔知道大家嘅身份，亦都唔知道大家嘅電話號碼嘅，所以你哋所講嘅所有內容咧，係唔會對應到你哋嘅身份同埋你哋真正嘅現時嘅喺邊個家聚啦，喺邊一個策略區 forum 啦，係完全唔知道，所以你哋需要求助幫助嘅，記住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group，同我哋去交流，多謝你哋。